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哦，为什么我每次应聘的时候都能遇到你？真是扫兴。你是来应征助理的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该不会他就是马总吧？真的对不起，我今天早上刚想出门的时候，我妈突然拉肚子，我也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啊，所以我就来晚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不过，我真的很期待这一次的面试。我也不算是一个职场新人了，有着丰富的策划经验和管理经验，最适合当总经理助理。如果您愿意聘用我的话，我也愿意全力为您效劳。可是一个助理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观念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刚才不是解释过了吗？你妈拉肚子，你不管她呀？什么？啊，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误会。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从来都不迟到，要我加班我加班，要我熬夜我熬夜，什么迟到早退，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。喂，你上次开车撞我，我也没有让你送我去医院，我也没有让你赔偿我，我也没有让你负责。你给我这份工作，就当是补偿我。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我其实工作能力很强的，你就录用我吧，我保证全力以赴，完成你交给我的所有任务。好吧，等我通知复试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们公司工资开多少呀？陈总，您找我？我想要请你去集团帮我办件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要申请一个特别助理。助理？助理都是从行政部调的，以前惯例都这样。所以要请你去集团办这件事儿啊。报告我已经打好了，薪资和待遇也在内网申请过，不过这要走特批，越快越好。这件事儿，也麻烦你去跑一趟。什么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还非得特批呀？肯定是为了公司利益好的呀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情不是财务部分内的事儿，不过呢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办，我比较放心。谢谢程总信任，您说话了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这就去办去，给您跑腿，我愿意。一个助理，12500的月薪，这什么特别助理？12500，这什么人啊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女人呢。你说这还特批一职位出来，这什么女的呀？就算她再有能力，她也不可能是3头6臂的神仙吧？哎呦，你是没看见刚才程总着急那样啊？我敢断定，这女的肯定是前凸后翘的那种。这女的呀，肯定跟咱们老板关系不一般。你说这老板刚上任就玩潜规则，给自己找一小仙蜜，真看不出来啊！这不正常呀！以后公司啊，可就有好戏看喽。复试通过，年薪15万呢。哎，这个马总人还真靠谱，合着1个月1万多工资，你看没有？关系户就是好。不过我还要再有一次复试呢。你就安心等待好消息吧。果果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谢什么呀？要不是我的话，你也不至于失业。不过这工资啊，可真是不算低。是啊。啊，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哎，对了，
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小军他妈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大成这个位置有人坐吗？啊，已经走了。谁啊？你朋友？就是我那好朋友，让你帮忙介绍工作那个。对，你介绍那马总真好，一个月给了他1万多的工资呢。嗯，是吗？大成，这次谢谢你。你都开口了，我怎么能不帮忙呢？说吧，你希望我怎么替我闺蜜好好感谢你呢？我想想，多少？15万年薪，月薪是12500。哦呦，而且人家的 HR 让我等面试通知。爱吃什么？啊，就是人事经理。哦呦呦呦呦，12500的月薪，请你。那怎么了，妈？人家就愿意花大价钱请他。一般来说呀，这个大公司呢，他对任何事情啊，他都是有步骤的首先呢，面试，然后呢，礼貌性的告诉你有通知，其实啊，就是面试失败的意思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的简历他们也看了，我的经历他们也听了，都没有说否定意见。我觉得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就是妈，如果这次他找到好工作，你让他去上班吗？哎呦，行了，如果可可啊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我当然支持了。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？猪蹄儿黄豆汤如何？不要了妈，这么油腻的汤不要再给我喝了。我现在都已经要到职场了，我该减肥了。不用减肥，你应该再胖一点。职场竞争很厉害的，我必须得保持最佳状态。没听说过，都说什么女明星啊、女歌星啊，为了拼脸蛋、拼身材，人家减肥，你一个职场女性，你减什么肥啊？妈，现在可什么都拼啊！真的。那你们是够可怜的哦。嗨，大不了不去了呗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机会，我可不能放弃。可可啊，你是不是特别想去工作呀？是啊。哦，也不是，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机会浪费了，特别的可惜。你早上肯定是迟到了吧？啊，你都迟到了，人家还给你这面试的机会，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要等面试通知。还等电话呢？对啊，这面试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呢？老婆，你放心吧，如果机会是你的，怎么样他都跑不掉。再说了，这次重返职场对你至关重要，你老公我永远都支持你。你真好。老婆找了一个高薪的工作，那作为老公的脸上也有光呀。可是人家要给我这么多钱，那我这个工作肯定比以前还忙。到时候你别怪我。我怪你干嘛？大不了咱们一起加班呗。拉钩。拉钩。喂，对，我是王可可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啊，等等，你可以把那个地址发到我的手机吗？谢谢你，再见。耶！
紧做功课，了解一下马氏公司的那些情况呀。那我来帮你。太厉害啦！可可吃早饭喽。妈，我不吃了。怎么又吃？今天是复试，肯定是要被录取了。再说我们家离立军会所坐车差不多40分钟，现在就还剩1个小时，我得赶紧走，要不然迟到了。好，快去啊！哎呦，这孩子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公司的资料啊？哎呀，这孩子忘带资料了，真是马虎。哎，你好，请出示您的会员卡。会员卡，我儿媳妇来这儿面试，我给她送资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有面试。没有面试，这不可能。她忘了资料了，我还给她送资料，而且她面试的地点就在这儿，我进去就出来。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。如果您再这样，我们只能报警。报警？哎呦，干嘛这么夸张啊？不进去不就完了吗？真是这什么地方啊！你还喜欢吗？喜欢呀。那下次去澳门再给你买一个好不好？好啊。马总，我对马氏公司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。我资料忘带了，我现在回去拿。不用了。这次是复试，这些问题肯定是在考验我的。我怎么把资料忘了？又在他面前犯错，糟了！最近找了几家公司啊？实话实说，其实我没有再安排其他公司的面试。为什么不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呢？可是机会再多，最后选择的还只有一家公司啊。我认为马氏公司的行业和公司的氛围都与我非常契合。也包括薪水吧？啊，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吧。可是付出就是要有回报的，我愿意为了这份回报，真心的付出更多。对了，马总，我认为马氏公司在成本控制上还有待于改善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进了公司之后，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？公司的利益是第一位。那你怎么兼顾家庭跟工作呢？你结婚了吧？结婚？要是我告诉他我已婚，他会不会也像前面的公司一样不招我呀？不行，这一次我就撒一次谎。我单身。你单身？对，我想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私人感情问题暂时不考虑。那好吧，面试结束了。就结束了？具体上班时间听我安排。真的吗？谢谢马总，谢谢马总。妈，你不高兴啊？妈，你怎么了？问你老婆去。我老婆，她不是出去面试去找工作了吗？怎么，你还不支持她找工作呀？哎呦，你说你真让她在家待那么久，又是备孕又是怀孕的，那是可可的性格吗？哎，我觉得她出去找工作还可以缓解一下家里的财务危机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还挺赞同的。她要是正经的去找一个工作，我能不高兴吗？还挣那么多，可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你不高兴什么呀？不是，可可呀，是借着找工作为名，其实啊，就是想接触那些乱七八糟的人。妈，我向你保证，他肯定出去面试去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公司的一些情况和资料都是我帮他看的，我帮他准备的。对，就是这个资料。今天他去面试，他都没拿资料。没拿资料？那他肯定就是忘了嘛。哎呀，小俊呐，你傻呀！妈，你又来了。我知道你对可可找工作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
可是你说你真让她在家待上那么几年，又是怀孕又是生孩子的，我真怕以后我跟她沟通起来都有困难。你没有听说过人家说什么“一孕傻3年”啊？我看是你傻。哎呀，你真是我们没法跟你说。行了，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24小时看着她的。盯住了啊！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你那么聪明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。其实，我想让你帮个小忙。说。我们公司的员工要不要买点保险呀？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有保险啊。哎，我知道，所以才让你帮忙嘛。他们要不要每人再多买一份意外险什么的？你还坚持拉保险？我能沦落到这种田地吗？是我一个好姐妹儿。又一个姐妹儿。你能告诉我你有多少个姐妹？这人我跟你提过，就是那个可怜虫。她老公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每天就知道虐待她，她得自己带孩子，还得卖保险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你都不知道多可怜。这么可怜的女人，你说那你和我不得一起帮帮她呀？行，你都开口了，我帮。我就说嘛，你长了一张好人脸。别。这是我男朋友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。哇，果儿，谢谢啊，你男朋友太靠谱了。靠谱的是我，好不好？等我保单做好，给你送过去。果儿，你真的太好了。哎，这每一份保单啊，我都给你点提成啊。得了吧，我才不要呢！留着这个钱，好好打扮打扮自己。你还能不能做一个体面的小伙伴？哎呀，行了，别操心我了。真没想到，这可可居然应聘成功了。聘上了，不是好事儿吗？不是啊，老王，你可可那天去应聘的时候，她迟到了还能应聘成功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这说明我闺女能力强。别说迟到1小时，这迟到5个小时，就凭我闺女这能力，哼，也能被老板所赏识。哎呀，老王啊，你真的觉得你们家可可就那么好吗？那当然了，我闺女是因为那天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哎，你别吞吞吐吐的，你把话直说。哎呦，我就跟你说，哎呦，跟你没法沟通。瞧你，算了，你这样行不行？你孩子的事儿，你都让他们自己处理，你别跟着掺和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王可可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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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重生了。
说我未婚，那这戒指还是先摘了吧。今天总算看见总助的庐山真面目，真漂亮。刚来公司就进老板办公室了，这么猴急呀？真有这么漂亮？不漂亮，那能走特批程序吗？那万一人家要是有过人之处呢？啊，对，过人之处就是搞定老板，以后公司谁能跟他比呀？这都是什么想法？欢迎来到骑士公司，我是骑士公司总经理程大成。骑士公司不是马氏公司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那天因为你迟到，马总已经决定不要用你了。但是我看完你的资料之后，我觉得你可以是我需要的人才，所以我向集团申请特批，让你做我的助理。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你能跟我一起为公司赚取最大的利益。一进公司之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尽快熟悉我们公司的财务状况。财务？特助，这里就是财务部，你进去找袁经理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。财务部？那我一会见到小俊该怎么说啊？可可，不是你跑公司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儿？你记得我跟你说的马氏公司？特助，你来我们财务部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吗？哦，陈总让我找你了解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。好啊，那咱们会议室谈吧。看什么呢你？一个助理12500的月薪，还特批一职位出来，这什么女的呀？就算她再有能力，她也不可能13头6臂的神仙吧？哎呦，你是没看见刚才程总招提那样啊？我敢断定，这女的肯定是前凸后翘的那种。这女的呀，肯定跟咱们老板关系不一般。我叫袁大宝。你好，袁经理。您？我叫王可可。啊，王啊？不是，你跟李小军他老婆名字一模一样，你们不会是？不认识。啊，太巧了哈。真巧。我们说公事吧。哦，我们公司啊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继续。啊，咱们公司，您要有急事，我可以等您。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不好意思啊，请稍等我5分钟。好。来，我回家给你解释。你这是几个意思？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？你现在都跟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说了，我回家跟你说。不行，现在就给我说清楚。你这是无理取闹。说。啊？请说。啊，这是咱公司的这个
财务报表，您看看。藏得够深的呀。这工作到底是怎么来的呀？其实我也是来了才知道是这家公司的。你应聘哪家公司你不知道啊？还是个特别助理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职位是老板特别向集团申请的？你跟老板怎么认识的呀？你敢说你现在这个工作是走正常的程序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传你跟老板的闲话呀？传什么闲话？那都是瞎话。李小俊，你要这么看我，那算我看错你了。说，你这工作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被车撞了胳膊？还有上次去马氏公司面试的时候，我匆匆忙忙的就撞到那个人了，就是那个人。我以为他是马氏公司的 HR 呢，我没想到他是去找马总谈生意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凭你一次撞车、一次偶遇，人家就给你一个特别的职位？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你工作能力有这么强啊你？他们俩怎么老在一起啊？谁知道呢？下班了，一起走吧。你自己先走吧。你既然那么不想我工作，那你早说呀！我不是也想给家里分担一点吗？马上就要还贷款了，我不是也替你着急呢吗？你这是替我着急吗？你这么不声不响的，你是想看我笑话吧？我看你什么笑话了？你戒指呢？其实我也是被问怕了。每一次面试的时候，他们都问我是不是未婚，没结婚才有资格去面试。我看这次的工作机会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撒谎。王可可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戴上戒指发过什么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戒指只有咱俩商量的时候说不戴才能不戴，其他的时候你都必须给我戴着。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承诺。婚戒是我们的爱情信物，是怎么都不能摘下来的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你这是第2次摘了。那我第1次是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上一次是因为你怀疑我跟葡萄有什么，这就是对我们爱情的不坚定。那这一次呢？小俊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可可呢？可可，她忙着呢吧？他第1天上班，你也不知道问问？她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说，她跟我又不是一个公司的，她好不好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就不能打个电话去问问他那个公司怎么样啊，同事怎么样啊，老板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她又不是第1天上班了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关心他吗？再加上他那天面试的时候行迹那么可疑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把结婚戒指拿下来，都是我不对。你要是真生我气，那你就骂我吧。你也不想想，我能得到这份工作，多不容易啊。那我出去工作，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？老公，你就别生我气了。
老公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对。儿子，可可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加班呢吧？你不是说没给他打电话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加班呢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行吗？我走了。干什么这么怪怪的？你知道吗？人家可可第一天上班很辛苦，你要学会关心人家，知道吧？不打给他，他怎么不打给我呢？妈妈做好菜了，你回去的时候把饭菜带着啊。老公，喂，洪哥哥。陈总，我刚才以为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姓龚。是这样，明天投资方着急看那套方案，所以我在想，你今天到公司加个班吧。加班？对。那好吧，那我现在过来。游艇项目？对，这是你进公司之后的第一个项目，也是公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项目。所以我希望你加个班，尽可能在明天早上以前把这个方案做出来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喂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今天晚上呢，急着把那个方案做出来，晚上我就不陪你了。等明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跟你说，好吗？嗯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关机？喂，小俊啊。喂，爸。哎，你来电话正好啊，我正想问问呢，可可今天上班怎么样？他今天上班都挺好的呀。是吧？哎，你让他接电话，我问问什么情况。啊，可可她今天可能有点累了，她先睡了。啊，睡了啊？啊，行，那你让他睡吧。
行，有你照顾我就放心了啊。那我先挂了吧。下班也没有回家，这能去哪儿呢？拥有私人游艇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中国的私人游艇数量已经超过了8万艘，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不断的增长。贵公司是投资界的翘楚，应该对于富豪的消费现状有一定的了解。这个项目就是针对金字塔的尖端人群提供高端的服务。多少钱？ 2个亿。就2个亿？每年纯利2个亿。这么好的项目，为什么要找我？沈总之前说过，有任何需要您的地方，都可以尽量开口。缺资金。不瞒您说，有好几个投资方已经盯着这个项目，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吃下这么大的饼。我也吃不下呀。沈总吃不下，齐总吃得下呀。齐总项目多的都看不完了。我挺好奇的，齐总那儿有多少个像这样每年纯利2个亿的项目？投资多少10个亿。就你这些资料，我也很难跟他开口啊。您还需要什么？我立刻准备。这样吧，把你做的计划书先放到网上去，等有了一定的市场反应以后，老齐那边交给我。太没有问题了。另外，把你公司的财务报表给我送来1份吧。那我请李小俊给您送过去，方便吗？喂，哦，程总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正找你呢，这份公司的财报赶紧送到这个地址，程总特意交代的。为什么要让我去啊？我又不是送快递的。老板点名让你送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别因为这件事又把程总得罪了。送给谁的？我哪知道啊？让你去你就去呗。刚才我在门口看见沈兰卓，他不会是来找你的吧？我跟他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是我约的他。这个是我即将开启的项目，已经通报集团总部。我现在需要你呢，动用你的媒体资源，为这个项目吹吹风，顺便做个市场调查，看看这个项目的前景。我会根据你的调查报告，及时调整方案。私人游艇项目，它未来前景应该是挺好的。而且又适合我们城市，不过这个项目投资大，风险也大。风险大，利润才高啊！我倒是也认识不少投资商，这么大的项目，它需要几个合作者进行无缝的对接，还有什么周边配套地皮产权、游艇公司，还有一些这些麻烦事儿，你都能处理好吗？你放心吧，前期的合作协议和必备的资料都很完整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，就是趁着市场上的气候这么好，趁早抢占这块大饼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媒体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这个程大成不是在耍我吧？沈总，你是来给我送资料的吧？给你送的。